你这个臭女人，贱女人，要不要搞这么大仪式弄死我啊？你一定会遭天打五雷轰的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。你死到临头了，嘴还这么硬。 皇后娘娘，法事已经完毕，现在可以点火。点火！是。你个老变态！你下辈子肯定投胎做人妖！娘娘，你没事吧？皇后娘娘，娘娘，皇后娘娘，没事吧？娘娘，皇后娘娘。 皇后娘娘，此事已经惹动了上天，看来法事不能再进行了。如果再进行的话，恐怕连我们也要受惩罚，天意不可违呀。是啊，到此为止吧，娘娘。回宫，回宫。今天就留他一条小命。娘娘，柳儿，娘娘，娘娘快走吧。走。娘娘，我来了，吓死我了！哎，千叶，我就知道你会救我的。走吧，娘娘。 柳儿，你先回去吧。哎，莲花山，我能回家了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皇后不必多礼。皇上最近过度操劳，龙体欠安，臣妾亲自给您熬了汤。妙芝，费心了。来，妙芝，朕这次去东郊狩猎，一去就是好些日子。这段日子，宫中可有发生什么事情？皇上驾到！娘娘，皇上来了。爱妃，朕来看你了。朕听说你顶撞皇后了。你是为了这个来责备我的吧？你不要仗着朕对你的宠爱，就在后宫为所欲为。我怎么为所欲为了？你竟敢顶撞皇后，成何体统？她毕竟是宫中之主，如果所有的嫔妃都学你这样的话，后宫怎么管理？
朕要你现在去跟他道歉。真有意思。正是想弄死小妾，小妾侥幸活了下来，小妾就罪该万死吗？不错，你遵守了你的原则，维护了正室的利益，那是你的权利，我绝对不会向他道歉的。朕之前从不打你，那是因为以前的你温柔至极。可是生了这场病之后，你变成了这个样子。你是责怪朕没有立你为皇后吗？这也都怪朕。朕本来是答应过你的，可自从你生了那场病以后，性情大变，妙芝又诞下龙子，众臣力主封她为后，朕也没有办法呀。妙莲，是朕不好，朕明白你的心情，是朕负了你。朕本来也没有打算说是来找你兴师问罪的，可是你刚才对朕那个态度，朕就是忍不住要生气。既然你今天心情不好，那朕就不打扰你了。好好休息吧。娘娘，娘娘，这次皇上叫你去参加玫瑰园的家宴，你可千万别再说疯话，惹皇上生气了。哼，我可没心思惹他生气。这回啊，我要光芒万丈，与众不同，让皇上的3000后宫都失色。这件的颜色和款式还不错。应该可以改造一件不错的晚礼服。什么服？说了你也不知道。我一会儿啊，先给你做一身，让平日里对你翻白眼的那些宫女们都嫉妒死你。去，拿剪刀和布料来。哎，是。好嘞。柳儿，柳儿，当当当当，什么呀？这个你不知道吧？这个可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，凶器。
气。羞气？娘娘，楼上谁呀？皇上，皇上。真是打扮。皇上，参见皇上。爱妃，快过来坐。爱妃，最近身体如何呀？还好，皇上。皇后呢？皇后现在比朕的架子都大吗？快去请她去。是。来。哎呦，皇后娘娘，皇上催你呢。知道了。皇上不高兴了。皇上有了冯昭仪，还要我干什么？哎呀，轻点儿。是。参见皇后娘娘。臣妾参见皇后娘娘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啊，免礼。皇后请坐吧。爱妃，这是新来的贡品，你尝尝。皇上，我减肥呢。皇后坐吧。我不愿意和这个狐狸精同坐。姐姐，你说谁？说谁？你心里还不清楚吗？皇后，要注意自己的仪态。皇上，这个狐狸精目无皇后，以下犯上，为所欲为，你却一直纵容她，你已经被她迷得昏了头了。大胆！皇后辱骂朕，罪不可赦，立刻贬为庶人，收回皇后册，打入冷宫。皇上开恩！皇上息怒，饶恕皇后娘娘吧，请皇上开恩，就放了皇后娘娘吧，放了皇后娘娘吧。谁都不要求情。皇上连皇后也不惯着，天哪！看来皇上没杀我，还真是万幸啊！皇上息怒，皇后顶撞皇上，都是源于臣妾，是我让姐姐生了那么大的气。皇上，你发发慈悲，网开一面吧，饶了姐姐吧，饶了姐姐吧，饶了姐姐吧，皇上。皇上，妙莲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皇上，您就饶了姐姐吧。哎呀，来，快起来。妙莲，你还是这么的宽宏大量。好吧，朕今天就看在妙莲的份上，先饶了你吧。妙莲，朕以前生气的时候，都是你陪着朕。现在你也陪朕走走吧。这些年，你与朕最亲近，朕明天就废了皇后，立你为后。皇上万万不可！皇后只是一时的气愤，
再说了，我也有错啊。如果你这个时候废了皇后，那岂不是让人觉得我仗势逼人，连皇后都容不得？就算当了皇后，也没有办法服众啊。可是皇后当着朕的面儿，都敢如此的侮辱你。如果朕不在，还不知道她会用什么手段来整你呢。其实也怪我，是我没尊重她。妙莲啊，你恢复到以前的样子，朕非常开心。皇上，你放开我！皇上，你放我下来！皇上！皇上，你想干嘛？朕能干嘛？你是朕的爱妃，朕今夜就住在这儿。皇上，不能这样！爱妃，朕想你都快想疯了。皇上，你别这样！皇上，你别这样！皇上，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皇上，我真的不是冯昭仪，我是冯凤。皇上，你饶了我吧！皇上，你放过我吧！你放过我吧！你总是这么说，冯妙莲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啊？皇上，我是一个来自1000多年以后的人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误入了皇宫，我只是跟他长得比较像而已。又说鬼话！皇上，你不能这样，我求求你了，皇上！皇上，你要是再这样的话，我就只能自尽了。冯妙莲，我最恨你一副高风亮节的姿态。我们从小斗到大，我处处都比你好，却总输给你。哼，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谁想到最后。家业，妙莲，家业，你那天做法是算好了会有雷鸣闪电吗？对，这就是观天象吧？你可比我们那个时代的气象站厉害多了。你一次一次救我，没有你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活。你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你就不需要害怕。有你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对了，你说的莲花山大天坑，我已经找到了。你真的找到了7天后，寺庙会为皇宫做一次大法事，我已经算好了，那天是你回去的唯一机会。到时候，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你送出去。我怕你忘了回来，不记得我在，你就像天边的云彩，我无法将你拥入怀。把这个拿好了，陪你看的那这个会保佑你的。一不复存妙莲，做好准备。缘分纠缠今生，却没留下任何可能。这毕竟是皇宫，再见时别让别人看见而过真心的赶紧回去。人，回忆还残存。我们缘定今生，情分决定在了今生。用痴心等待和你再走一程，也不负我的真。
情分决定在了来生，用痴心等待和你再走一程，也不负我的真。用痴心等待和你再走一程，也不负我的真，我的真。陛下，请上香。妙莲，妙莲，佳叶，快！国师呢？冯昭仪呢？
知道你会没命的。妙莲，只有你活着，我才能活着。如果你死了，我活着有什么意义？驾！佳音，我爱你。驾！赵一人呢？人呢？冯妙莲，你给我出来！出来！冯妙莲！你人呢？人，娘娘不见了。皇上，我是狐狸精附身了的冯昭仪，真的冯昭仪早已死了，你们不用找我。说什么鬼话！赶紧给我找人！启禀皇上！启禀皇上，发现国师和冯昭仪行踪了。召集御林军，备马！撤！应该就在那儿了。佳音，他们好像追过来了。没事，妙莲，你坐稳了，有我在，不要怕。驾！撤！这对狗男女，朕抓到你们，非让你们临时处死！撤！撤！驾！撤！别怕，别怕，别回头！撤！你受伤了。来生我们一定会再见的，快走！我不。佳音。跟朕回宫！蠢女人，跟朕回宫！快走！走！妙莲，妙莲，妙莲！妙莲！
我这是在做梦，还是现实啊？皇帝，你还我家业！你还我家业！还我家业！还我家业！你还家业命了！你还家业命了！你还我家业命了！妙兰，你怎么穿成这样？成何体统？家业，家业身为佛门弟子，居然勾引朕的妃子，亏朕平日里对你那么好。你居然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，你有没有一点羞耻心呢？暴君，暴君，暴君！怪物，快跑！看我！放开我！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快跑啊！到底想干嘛？走啊！有妖怪，快跑！快点！你干嘛呀？妙莲，朕怎么可能丢下你不管呢？这个地方怎么那么古怪？我们不会阴差阳错误入魔界了吧？大哥，你面对现实吧，这已经不是你的那个朝代了，现在是我的地盘。这个地方这么古怪，这么可怕，快跟朕回宫！快！回什么宫啊？回宫你就要处死那个妙莲啊？国不可一日无君。你不是早就立了太子了吗？你驾崩了，太子就可以继位了。不要以为少了你，世界就不行了。你这是大逆不道！你在诅咒朕吗？你不怕朕灭你九族吗？灭我九族？我还灭你九族呢！你以为这是你的皇家大院啊？你爱去哪儿去哪儿，没空理你。你，妙莲，等等朕！妙莲，你这要去哪儿啊？看，是不是家业做法把朕吸到这里的？他是想害死朕。不提家业还好，就是你害死他的，就是你害死他的！贱人，现在还护着奸夫！你居然敢咬朕！你敢掐我就敢咬你！你什么时候变成泼妇了？就是泼妇，就是泼妇！
大胆刁民，见到这还不下跪！朕要诛你们九族！妙莲，妙莲，妙莲，啊！ 对不起，让一下。对不起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来。对不起，让一下。小心点。对不起，家属在外面等。你是不是病人家属？啊，不是。那你跟他什么关系？就算认识。认识？嗯。到底认不认识？认识。哦，那他叫什么名字啊？皇帝。皇帝？姓什么？姓唐吧？不对，姓李。到底姓什么？姓李。李皇帝。 名字好奇怪呀！哎呀，什么呀？佳叶，你还活着，我还以为你死了呢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您是不是认错人了呀？我是冯峰啊，冯妙莲啊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永寿寺、莲花山大天坑，你都忘了吗？叶博士，你认识这位小姐吗？小姐，您真的认错人了。佳叶，我怎么可能认错你呢？你的长相和佳叶一样，你说话的语气也和佳叶一样，我怎么可能会认错呢？小姐，我叫叶佳，不叫佳叶。您再找别人问问吧。佳叶，叶博士，开会时间快到了。就是佳叶。小姐，我还有个紧急会议呢。叶佳。博士的行情真是好，常常有女生跟他搭讪呢。可是你不觉得吗？现在女生搭讪的手段越来越高明了。
韩剧似的。估计啊，又是一个叶博士的倾慕者。叶博士刀枪不入的，他们也不想想，这样就能钓上叶博士啊，真是白费心机。哎，不过这样的男人我喜欢，不花心，不花心也轮不到你。冯峰，哎呀，我一接到你电话我就过来了，你真想死我了。我也想死你了。你这么长时间你去哪儿了呀？都消失1年了，你电话也不接，短信也不回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啊？你说我消失1年了？对啊，我去丽江搞创作去了。哎呀，不就是搞那个什么创作吗？你说你还非得找个没有人的地方，不就是写什么网络小说吗？你们这些小说家太不靠谱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我是你闺蜜吧？你说你总得告诉我一声吧，让我一直担心。对不起啊，你别生我的气，我也不是故意的。好了好了，回来就行了。哎，你说有人受伤了，谁呀？你男朋友？什么男朋友啊？你就别提了，我都快倒霉死了。看你这样，像你们俩吵架似的。到底谁呀？一会儿再跟你说吧。好吧。哎，医生出来了。医生，我朋友怎么样了？啊，没什么大碍，放心好了，只是皮外伤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刘强。你说今天那个女孩，怎么看上去那么面熟呢？像是在哪儿见过一样。想找你搭讪呗。现在的女孩啊，为达到目的，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。我觉得不像，就是感觉在哪儿见过一样。你也别想那么多了，她估计就是个喜欢你的女粉丝。哇，峰峰，你好有眼光啊！这个男的长得好正点呢。你可真重口味。狗皇帝，你醒了啊？此乃何地？这是医院。医院乃何地？你没事吧？医院就是给人看病的地方。就是啊，医院都不知道。你是何人？那是我朋友。那是我朋友。脑子有问题。啊！你找死啊！你们竟然敢谋害朕，把朕绑成这样，还流出血来！你想弑君吗？你干嘛？狗皇帝，你给我躺着！哎呀，吓死我了！冯峰，你那是什么朋友啊？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？就是一个演员，这不刚演一个皇帝，入戏太深了吗？那你可赶快通知他家人过来接他呀！你自己也要当心点儿。我知道了，你就放心吧。吓死我了！这些钱你先用着。老板那边催我交策划，我先走了。你要是有什么事儿，就给我打电话。不够了就打电话告诉我啊。我先走了。哎，猪猪，谢谢啊。废话真多。居然敢用利器来扎朕的手！刘强，病人住几号房？哦，住5号房间。是哪一点对不起你？竟然要弑君！先生，先生，贾谊，请你冷静一点。你居然还没死！
你干什么呀？放手！放手！先生，你冷静点儿。先生，我叫叶家，不叫家业，我是这里的医生。目前看来，你的情绪太过激动，我会找相关的医护人员过来为你检查一下。小姐，请你先稳住病人。你居然对奸夫流露出依依不舍的眼神！你醒醒吧，他都已经说了，他不是家业。现在是21世纪，不是你那个时代，是我的时代。以后你如果再见他，朕就杀了你。盔甲呢？还不快伺候朕更衣！哥，我先出去了啊。哥，哎，我撞的那人出事了没？挂了吗？你说你，怎么那么不小心？万一出点事怎么办？哎呦，我不是诚心的，我正开车赶去剧组现场，谁成想我前面突然出现一个穿盔甲的，这不是要吓死人吗？哎，你说现在的演员也真够敬业的啊，这下了戏，戏服也不脱，诚心吓人，也没人管管。你呀，3天2头就非得惹点事儿，怪不得爸妈一直担心你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别跟我唠叨爸妈的事儿啊，千万别告诉爸妈。哎，就这么走了？啊，人没坏就交给你了。嗯。哎。苗里，朕要回宫。你回我不回？那你也得告诉朕回家的路啊！你自己不知道找啊？朕怎么找？你是天子，受之天命，有什么做不到的？求我干嘛？啊，那是什么怪物？怎么会把人吃到肚子里去了？那是汽车，不稀罕吃你的。你是暴君大魔头，来到魔界怕什么呀？回去之后，朕要调动大军。你当你是军委主席啊？你这样子调动乞丐还差不多。你要去哪儿？各回各家，拜拜。哎，不行，你必须要跟朕在一起。别跟着我！放开！你谁啊？你们是找？这我租的房子啊。你就是这儿的租客呀？搞什么飞机？怎么现在才回来啊？听说你1年前失踪了，我呢是刚搬进来。不，那我东西呢？东西？啊？哦，我呢看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我也就扔了。扔了？啊？那是我所有家的。不是，这是我租的房子，什么事情？你怎么这样呢？你陈妙龄，朕要杀了你！朕要灭你！对不起啊，我哥他暴脾气，拍戏的，打扰了啊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啊。你神经病吧你？你不怕别人给你抓起来？二货！
天干的活你让朕做。你能不能别老跟着我啊？我的够倒霉的了。这哪么明显？都怪你，我什么都没了。怪我也什么都没有了。我的皇宫，我的皇后，我的妃子，还有我的皇位。这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拍照啊！我不认识他，我不认识他。回去看。妙莲，妙莲，开房。好帅啊！你是明星吗？哎，你是来演电影的吧？签个名好吗？2间房1间，最好的。给我签个名吧。多少钱一间？480。1间，最便宜的。怎么一插它就发光？到家啦。累啊。你就慢慢研究吧。哎，你要去哪儿？我洗澡、换衣服、睡觉。
我难解甲胄，不因自己几把人无大碍。要何奉上？为秦杀贼，不求奉上。大秦之下，必有。怎么了？杀贼，不求奉上。李师妹，大秦之下，他怎么会在盒子里？必有奉上。那是秦始皇，那写着呢吗？秦始皇。等上我大秦，这字多少状？好像是，又不是。宣我法令。那个叫简体字。有破刺客长弓者，赏千金。秦始皇，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怎么会在盒子里？与王对饮。秦始皇画像朕见过，不对，他不是秦始皇，一定有人谋逆冒充他。大哥，那个是电视，那里面都是假的，演戏呢。妙莲，你跟朕说说，这地方为什么那么奇怪啊？会不会有危险啊？你记住了，不是朕，是我，不是给朕讲讲，是给我讲讲，记住了吗？那，你给我讲讲，现在是什么朝代，什么皇帝，什么年号？现在啊，是1000多年以后，21世纪，也就是公元2014年。你现在脚踩的地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，至于皇上嘛，我们这世纪已经没有皇上了。最大的官儿就是国家主席，由选举产生，一般连任5年到10年，不像你们那个朝代，什么老爸传给儿子，儿子传给孙子，完全不一样。现在是太平盛世，国泰民安，你可以大胆放心地走在马路上，不用担心别人去杀你。讲的太多你也听不懂，睡吧。干嘛呀，小公公又发情了？朕从来不强迫女人。以前你是妙莲，妙莲喜欢朕，朕喜欢妙莲，所以才会那样。你现在是冯峰，我们就是陌生人。朕是95之尊，有的是女人，谁稀罕你？哎呦呦，95之尊，哼！我跟你说，你以前也就是皇上那么多女人才会喜欢你，因为你有至高无上的权利，能带给他们荣华富贵。你现在呢？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我就不信了，有几个女人会喜欢你？哼！睡觉。妙莲，啊，不是冯峰，朕困了，我困了，我要睡觉。啊！你怎么耍无赖呀？你起开，这是我的床，起开！起开！妙莲，不是，冯峰，你真的不管我了吗？我来到你的老家，好歹也算你的客人，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吗？睡地上。随便看看啊。老板，这2件多少钱啊？43块钱，便宜点吧。哎呀，姑娘，你可怜可怜我吧，这个价钱我是赔上血本了。行，我买了。哎，
给，哎，好嘞。皇上，去，把衣服换了去。朕是要微服私访吗？威你妹呀！让你换你就换，快！此衣如此不雅，朕如何换得？你没看到大家都是这样穿的吗？换不换？不换我可走了。哎，朕换。大象，大象，你的鼻子怎么那么长？妈妈说。哇！你这人模狗样的，倒有几分姿色嘛？哎，你干嘛呀？你至于吗？这是什么混乱的世道啊！人们都这么淫荡，穿个短袖就叫淫荡啊？那你们那个时代那么多的妓女，男的都那么多老婆，那不是更淫荡？瞪什么瞪？你要是不愿意，把这衣服脱下来，穿回你的盔甲，热死你！老板，哎，有没有剪刀？有。录完之后还给我啊。谢谢啊。没事。啊，坐这儿。坐下呀。干嘛？让你坐你就坐呀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你居然敢剪朕的头发！我们这儿啊，没有男的留长发。虎落平阳，被母犬欺。你骂谁是母狗呢？走。回来。看见了吗？那个是红灯，现在不能过去，你得在这儿等着，啊！行了，变绿色了，走吧。怎么御膳就2个菜呀？今天呢，我请你吃一顿大餐，也算我对你仁至义尽了。从明天开始，你不许再跟着我了。这菜怎么黑了吧唧的？味道不错，你尝尝就知道了。吃吧。不吃是吧？不吃算了，在这儿还装什么皇帝大爷？好好吃啊！别吃啊！好吃吧？哎呀，拜托你别再跟着我了，
我又没有监护责任，也没有抚养义务，你跟着我干嘛呀？朕就要跟着你。你说的朕听不懂，朕只知道是你把朕带到这种乱七八糟的地方的，你得负责到底。在古代的时候你就纠缠我，到了现代你还死皮赖脸的跟着我。本公司长期招聘男公关，日薪1000元以上。哇哦！这倒让我想起一个人。你为何笑得如此奸诈？你知道你长得很美吗？啊，走，跟姐回家，姐给你好好捯饬捯饬。这是什么打扮？这叫时尚。一会儿你做50个俯卧撑，充分体现你肌肉的线条，保证 OK，perfect， 完美。有何事非要夜里去？哎，这个你就别问了，记住你的代号，叫李皇帝。李皇帝？这算什么名字？朕叫李欢。姐姐一会儿就带你去寻欢作乐去，起驾。好好玩啊！刘姐，你们先坐会儿啊，出去一下。怎么样，美女够多的吧？比你后宫那3000佳丽强多了吧？这工作呀，就太适合你的爱好了。你就把这当成你的后宫，你就会觉得工作又轻松又愉快。嗨，你在这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就过来。乖，就去一会儿啊。慢慢喝。刘姐，哎呦，好久没见到你了，贵客呀。哎呀，刘姐，你这是越来越年轻了。瞧你会说话的，这嘴真甜啊。对了，刘姐，说正经的，我今天啊给你带来一个大帅哥，是哪包你满意。我说的呀，就是他。他妈妈生病了，家里急需用钱，你就多照顾照顾。要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，你多多包涵啊。哎呀，没事没事。哎，看那外形跟气质还挺不错的，你放心吧啊。跟我刘姐保证没问题，一定不会亏待她的，放心吧啊！哎呀，放心吧。李花，李花，过来，来，过来，过来小乖乖，来，过来啊！过来呀！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刘姐，从今天开始呢，你就在这儿工作了。有什么不懂的呀，多跟人家学学啊！我先走了，站住！哎，你走了？不，去吧，乖。不，哎呀，走吧，过来，来，害什么羞啊？过来。耶！甩货成功！哎，你说这千年不遇的学霸，人长得这么帅，还让不让人活了呀？就是啊，心理学什么的，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我就是想见他，这么帅呀！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进去吧。您的酒。来干，请慢一会儿。来，干了啊！
运什么气呀？好的，亲爱的朋友，大家晚上好。再次感谢我们的帅哥美女光临我们的江南秀音乐会所。衷心的希望我们全场的朋友喝得开心，喝得愉快，祝愿你们拥有一个开心而浪漫的夜晚。感谢朋友。我们来此作甚？饮酒吗？第一次吧，来这儿都是赚钱求包养的。此乃何字？这个是数字，你那个是17号，我这个是16号。来，感谢来自我们5号桌的张姐，还有好漂亮的美女啊！为我们的11号的少爷5000元的花篮支持，感谢我们的张姐。还有谢谢，还有没有？OK， 还有老顾客了啊！感谢我们的红姐，为我们的12号的少爷6000元的花篮支持，谢谢红姐，感谢。还有张局，感谢。来，接下来还有没有？来，继续，还有吗？还有没有？好，3号，感谢。来，我们的5号少爷。5号，到你了。走啊！好嘞。来，7号，赶紧叫你。叫你。来，接下来是来6号。今天呢，非常荣幸向大家介绍本次的演讲嘉宾叶嘉博士，掌声送给他。叶嘉，著名的心理学博士，毕业于维也纳大学；医学博士，毕业于德国爱德堡大学；哲学博士，西方宗教研究博士，毕业于瑞士苏黎世大学；东方国教博士，毕业于西北大学国教研究所。除了我们知道的享誉国内外的大作之外呢，叶嘉先生还在东海大学捐资修建了一座新的精神病研究所。今天叶嘉先生演讲的主题：精神病和白日梦的区别。有请叶嘉先生。同学们好，我叫叶嘉，非常高兴今天大家能够来和我一起探讨精神病与白日梦的区别。谢谢。
神病的英文是 psychosis。患者的认知、情感、意识、动作、行为等心理活动，均可出现持续的、明显的异常。一会儿等陈姐来了，你们都给我好好招待招待啊，多哄她开开心，可少不了你们好处。放心吧，刘姐。哎呦，陈姐呀，恐吓刘姐，是吧？哎呀，陈姐，您瞧瞧，可都想着你了，都盼着您来呢。来，坐。来，坐。谢谢。哎呦，小朋友啊，小姐姐呀，陈姐，小调皮，老规矩，见面礼1人1万。谢谢陈姐，陈姐最好了，还是那么乖。陈姐你最近忙什么呢？做大生意，好养你们啊！哎，陈姐就是大方。哎，拿着，陈姐啊。哦，谢谢啊。哎，拿着。哎，客气。谢谢陈姐。好，玩去吧。好，陈姐再见。好，玩去吧。去吧。哎呦，这帮小弟弟啊，就盼着您来。最近挺好的。有新来的吗？哎呦，陈姐，你来的真是时候，就正好有个新来的。哎，兄弟，在哪儿呢？那儿。哦，今儿刚来的。这是陈姐的见面礼。